早起采茶讲吼，伫地园挽地叶，挽转来了，伊第一个转来地抢的动作，就是爱日晒。先拍。伊这就是伊内底有水分，微调就是会排出水分。你甲摕起来，会使有迄有一个香味，花香的味，对无？安尼我会使甲你做啥物代志？即摆会使甲恁就是翻动，你摕起来，摕起来啦。啊，行过来吃，免切，就行过来吃，行过来就好呢。行过来吃就好啊。行过来。安尼变啊哦。对。安尼就算变好啊你。啊袂，哦，咱是要家集中尔吼。过来咧。我转去。我行转去。我行转去。是。哦。啊，这边搁一摆，会集中伫中安尼。安尼啦。好，安尼就使过。啊，搁行转来。啊，即摆人去你内底安尼甲刷开就对了。安尼要几摆？一摆就好啊。哦，你拍的。咱遮就是爱去室内画雕去。哦。水果棒有无？还有的啊。水果棒有啊。做胖嘞。哦。非常之胖。非常。感觉真好。哦，感觉真好。这是算以前的室外画雕的动作啦。有。啊，即马较进步的迄地抢有无？嘿。连落雨天嘛会使挽地。为啥物？用吹风机甲吹？对，用热风的。啊，那你讲坚持用日头拍，就用加一个日头味哦。对，紫外线照射，迄感觉迄个味吼发出来。甲吹干的无共款。无共款。